我们要先把我们的黑糖煮成焦化的黑糖，哈，是不是？那用黑糖蜜可不可以？不一样，黑糖蜜不是天然的、啊，我们在自制黑糖蜜，哈，我们自己做。是，对， OK 我们先倒少量的水，哈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是超市可以买得到这个黑糖啊、红糖啊都可以。你要整块的那个也 OK， 好，那个也可以做成功的，哈，不用担心。那我刚刚有先倒少量的水，配方里面也写得很清楚，先少量的水先下去以后，我们把黑糖放上去，好。那我们一样在做焦糖的部分呢，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哈，我们在之前有好几个产品都有讲过了，我们不要去搅拌它，好。然后我们先让它变成糖水，好，所以你不要急着就是一直把它火开特别大，哈。好，我们记得摇晃锅子就可以了，哈，稍微摇晃一下我们的锅子，可以看一下锅子里面哈。因为它是黑色的，所以你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是焦化的。是，好，我们现在它变成这样液态的时候，你可以发现它是不透明的，没有晶莹剔透。你就我也感觉它晶莹的，没有。待会你就看到晶莹剔透的时候是非常晶莹剔透的。好，可以仔细待会可以看一下哈。都还不能拌哈。对，现在不用拌，那我们只要摇锅子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等一下气泡会突然变得很小，然后整锅呢会变成半透明，所以现在纵使冒起来的泡泡都感觉带一点点不透明的感觉，好，那而且你会闻到那个焦的味道，好，焦香味，那就可以了哈。不然你是很难判断的。如果说老师这样子的话，我可以直接煮成黑糖水吗？也 OK 的啦，也会成功哈，只是风味不一样而已。你真的冒烟了耶。然后你等一下仔细看哦哈，但是脸不要太过去。好，我们毕竟熏黑了，不是，我们毕竟还是靠脸吃饭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，哎，你闻到一股焦的味道了没有？哈，有闻到吗？哈，是，哎，那就我们就可以熄火，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变透明、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，对，不一样哈，跟刚刚的北啊那波赶快噗哈，丢哈，对，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熄火了。熄火了，一样哦，我们要让它降温，所以我们要加水进去。那这个水呢，你可以常温的水没有关系。但是加的时候要小心哈，我们上次有教过。是生水吗？对，生水就可以了哈。是啊，先少下去，然后你这个要拿这个来挡你自己，就保护你自己。好，对，少的慢慢下去，而且最好是沿着那个锅的圆。对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脸跟我们的手都没有在锅子的正上方，如果在锅子的正上方就比较危险。好，少量倒下去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开始稍微搅拌一下了，好，哦，这个时候搅拌是没关系。你看这样好像你在做黑糖蜜，看到吗？啊，这个看起来就像黑糖蜜了哈，只是我们现在把它稀释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等一下，好，先把它全部都降温了，好，如果你这时候把全部的水分倒下去，那你下面的黑糖就全部会结块。哦，因为温差太大。对，温差太大哈。但你说用这边温水也可以，但是有时候这样子还要拿温水就比较不方便。好，那我们就全部给它倒下去了。哦，所以不要刚刚一次性的把它倒下去。对，不要一次的倒下去哦。你的那个黑糖呢就会变得很硬哦，对，变黑糖块。对。那反正你还要你说那如果变成这样怎么办？你就是在开小火再把它煮，但不要再沸腾。如果你又把它煮沸了，你的水分又变少了。好。OK， 好，那这边呢，这锅我们就要放凉以后我们才能使用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拿到旁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真正来进入我们做黑糖糕的部分了。好，我们今天采用的是中筋面粉，放进来。好，我们今天用的是太白粉。好，那因为它不同的店家，他们也会用不同的粉。据我所知，有一些是用这个素薯淀粉。哦，对，素薯粉。那有一些是用蓬莱米粉，用米粉的也有。好，那我都试过了。好，那都可以成功。大家就是依照你自己喜好。但是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口味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。好，然后来这个是泡打粉。所谓发糕，它一定要有发的这个材料嘛，对，还有一点点小苏打，小苏打是增色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把它过筛下去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全素食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个产品来做做看。好，这里面也没有蛋，
对，也没有蛋，对对，哈。其实黑糖糕在台湾的这个民间呢，是真的很流行，我从小吃到大。然后我记得好像过节庆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做所谓的像花粿嘛。对，其实黑糖这个，今天老师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花粿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，我们放凉的这个黑糖水，然后跟这个粉，你是不是看它分量差不多？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黑糖水加到这个粉类里面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加进来哈。那注意看一下，老师加在正中间。好，我们先加差不多1/3进来，我只搅拌中间，不要去搅拌旁边。好，这样你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好，你现在慢慢的看哦哈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面糊不用过筛，你看中间是变浓稠了。好，变浓稠了，搅不太动，我们再倒一些下来，再上来，好，再慢慢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旁边是不是像那个土石流？对，崩塌，有可以看到吗？好，它就慢慢一直加入我，这正转反转没有关系的哈，是慢慢加入我的这个面粉，这个中间面糊中间。好，如果你就觉得有点搅不动，就再加一点点进来。好，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个吃进去，这样子呢，我们每一颗粉粒都会被拌开来。如果你刚大量的水分，对你刚大量的要过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最讨厌了面糊过筛之后，然后网筛，对，然后网子又塞住了，然后在那边洗半天，对。你知道有时候我在做那个 cheesecake 也是一样哈，牛奶会大量倒进去，然后我们就是分次这样倒也是一样。你可以看到我们把我们的，因为浓稠它就会有摩擦，在我们网筛里面会摩擦，然后我们的那个粉颗粒就会溶解掉，哈，被摩擦就开了哈。好，差不多真的耶，全部都溶掉，都没有粉气哦。好，我们这次再把它全部倒进来，就不害怕了。好，所以一开始不要把整锅这样倒在一起。对，我一般想说，它那个又没有所谓的像我们打一些那个什么面团有一些禁忌，对不对？但是就全部进去就好了。粉跟液态几乎是1:1了啊，所以做这个澎湖黑糖糕也是又快又简单。好，我们接着呢，如果说你做一般的黑糖糕的话，就做到这边也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个人呢有再加一些的沙拉油进来，这是增加它的那个保存的期限，然后再就是它的口感会比较滑顺一点。那如果说你从这边油不加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当你加了油的时候，你的蛋糕就是你的黑糖糕上面就比较有多，拿出来回潮了以后，它会变得更黑。那在还没有回潮的时候，会看到有一块黑一块黑一块，就是我们油还没有完全分布均匀，好，它等于整个会变成就像我们吃 pancake， 好，口感还没有一致。可是老师，我加的这个油有没有说什么油不能加？然后最好是什么油？因为有些油有一些特殊的味道。就是不要，就你如果不介意，其实无所谓。无所谓啦。对。那最好还是加液体油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是要把油一定要确实拌进去。好的，那这样拌好的面糊，我们要不要说让它醒啊？有没有这个动作？有，我们要静置差不多15到20分钟。好，那我们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这有是卫生纸前做的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好，这个就比较稠。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刚拌完，所有的食材只是刚刚手牵手在一起，还没变成一家人。才刚刚才刚认识而已啊，对，所以现在还在互相打招呼。像这边这一锅，你看就非常的浓稠了哈，是这一锅就是很稀，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静置以后，你做出来的黑糖糕组织才会漂亮。是哦，好，那我们可以很有意思哦，拿一下蒸笼咯，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取一个容器，那这个容器呢，你可以看到老师用活动膜的，对。然后如果我把它底下也封起来，我常常底下就容易蒸不熟，因为我的体积有点厚，有一定的厚度，对，很厚。对。然后我这里面铺的是烤培纸，大家可以尽量不要用白报纸，因为我蒸过以后，那白报纸有时候可能就烂掉，好，对，那只要出来烤模一些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面糊再拌一下，直接倒下去。好，我们现在看，觉得说，倒下去好像没有很多，为什么用那么高的膜？观众朋友不要忘了，我们刚刚有加什么泡打粉，
对，它也是不会长那么高啦。对对，但是它这样就是比较方便。好，那我下面是不是感觉好像是活动膜再收进去一点点？我等下就可以整个拎出来，它不会浪费。整个拿起来这样。如果用慕斯框的话，就是慕斯框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蛋糕还在里面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蒸笼哈，上面去那个火一定要是中大火，已经在冒烟了，我们再把它放上去。然后我们要蒸差不多28分钟左右哦。好，那怎么样测试呢？我们到时候等一下会用筷子。好，刺到底再拔出来。好，筷子上不粘黏，就算熟透了。我们准备把它放进去蒸喽。好，除了我们送人呢，就说方方正正的哈，好像哇好盖多就得啦。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想要跟同学分享啊。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有另外一批呢，我们要把它做成呢是像杯子蛋糕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静置15-20分钟的面糊一样。好，我们就把它倒进来。先倒在量杯里面哈，有这个这个豆豆的这个哈，然后一次不要倒太多，不然很容易就洒出来。好，我们就把它倒出来。好，我们大概倒8分满。好，我们把它倒8分满。好，你不用刻意用你的手去压它，好。你刻意用你的手去压它的话，比较容易这个旁边皱褶不会那么漂亮。哦，因为它毕竟这个很薄哈，我们看这个模型纸其实是很薄的。对。老师，那也是要就是蒸好之后，然后再撒这个芝麻粒。对啊，对啊，不然芝麻粒会沉下去，对不对？对，芝麻会沉下去哦，一定要是马上蒸出来马上撒，也不能放凉以后撒，它粘不住。对，它表面就干了。OK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倒下去。好，我们直接冲下去以后，它就自己会平均的把我们的纸撑开。好，刚好会，真的刚好。对，配方中的分量刚好这种杯子呢，大家也可以12杯。好，这12杯，这个杯子的话，时间上呢，会不会要？就比较短了哈，这个大概应该20分钟应该就可以了。是，但是。具体还是要用这个筷子哦，不要用竹签，用筷子式插下去，然后拔出来，看看筷子上面有没有粘黏的面糊就可以了，好。今天呢，玉芬老师哦，他很讲究哦，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会买外面烤熟的这个芝麻嘛。对。可是玉芬老师说，有时候如果不小心，我们可能买到的这个芝麻会有一些油耗味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已经炒起来很久了。你买熟芝麻的话。所以呢，他会建议大家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可以今天这个熟芝麻自己来炒，但是有一些地方要请观众朋友要很仔细看，因为还是有一些小撇步哈。对，好，那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哈，我们这是还没有炒熟的，好，这边是一个是炒熟，一个是还没有炒熟的。那你会发现呢，我现在还没炒熟的这个湿湿的，就是我有把它水洗过，好，如果水洗的话，如果水洗的话，石头会沉在底下。对，有时候你会买回来的那个白芝麻，你会发现它这个里面还有一点黑黑的杂质还是什么的。对，可以趁清洗的过程里面把它去除掉，这样子吃起来更安心哦。对，然后就把它，好，这样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开火。好，这个火不要太大，好，火不要太大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炒，你看我们刚刚虽然洗过了，但是我们会把外面呢炒干，好。先把它炒干了以后，再把它炒香。所以炒这个白芝麻呢，也是要有一点耐心哈，因为芝麻本身你看它非常小，但是芝麻它本身油分很高，对，所以你只要火稍微大一点，其实它很容易它就焦掉了哦。好，如果你的锅底呢，像这个是比较厚的锅哈，我们还是可以有一点余温哦。你看到芝麻都跳出来了，是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先移到火旁边。离火再炒。对，因为有一些可能芝麻就是接触的热度比较高，然后水分已经也先蒸发掉，是。可是有一些还没有，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移到锅边，不要直接直火从头煮，就是一直炒到尾，一直把它每一个翻炒到这个芝麻它受热的温度是一致的，它们才会一起变，这个一起烤熟，一起变色。好，
然后颜色越来越深了哦。对，那我们老师要炒到什么颜色起来会变成这个颜色？要比它浅一点。然后湿寒下应该可以慢慢发现颜色亮亮的。对。那观众朋友如果可以看得到的话，镜头里面要看得清楚的话，有几颗已经变颜色了耶。对，然后你再看，好像是不是还是湿湿的？嗯，错，是油油的。哦，是芝麻油。对，好，所以要特别的留意。差不多咯，哈，差不多咯。嗯，如果你害怕，你可以先熄火。嗯哼，真的不够上色，我们再来一点。没有，你现在余温它还是会上色的，而且这个因为有一点油哦，所以其实锅子很烫的。然后稍微有点金黄色，然后你看到每一个分布的这颜色分布的很均匀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，因为它里面还在做热传导，好，所以你看像我们现在2锅感觉是不一样颜色，冷却的过程中它继续颜色会再上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炒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好，等到它完全凉的时候，就会是隔壁的那个颜色了。哇！所以我们现在出来呀，裂开了。对，它只会裂一点点。这时候要马上撒这个吗？马上撒。马上。对，角落都要撒到，对不对？对，角落都要撒到哦。你有闻到那个芝麻香味？超香的，自己炒的真的是不一样。所以一定要自己炒的那个芝麻真的超香。好，赞，好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好，1、2、3，好，因为这下面是镂空的哦。好，所以我们拿起来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可以把旁边稍微拉开，让它比它凉得快。这样 ，OK。好，那这边有一点像黑黑的啊，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有加沙拉油。如果你没有加沙拉，就不会有那个黑黑的那个感觉。但是等到你这放到凉透的时候，它整个都变黑黑的。刚刚我太开心了，赶快把芝麻加进去，都不知道有没有熟呢。老师，要怎么看有没有熟？好，我们最好是用竹筷子啊，不要铁的哈。好，我们就把它从中间刺下去，然后拔出来，就是很干爽，好，没有黏。哦。如果你发现这边有面糊的感觉的话，那就是还没有熟。好。那你也不用害怕，再上去蒸个5分10分钟就 OK 了。哦，好端一个感觉，对吧？好，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澎湖的黑糖糕呢，因为有做了这个黑糖焦化，所以我们把小苏打的这个碱味呢，就是降低很多，都吃不出来啊。那观众朋友呢，在这边学到了一个，就是黑糖怎么样煮成像类似焦糖一样。好，那其实你这个黑糖的煮法，还有就是不管是用2砂或白砂来做什么焦糖布丁啊，其实都是一样都是一样道理，对不对？非常简单，没有烤箱都可以做。对，只要有一个锅子，甚至电锅都可以做。大红电锅也是可以的哦。对，好。